同舟共濟。正確動作：3位隊員要合力完成3關項目。開始前，1位隊員先自行按拍計時器。第一關，3位隊員合力以身體頂住瑜伽滾輪，由起點行到終點。第1位同第2位隊員都係面向前企，第3位隊員就要背向。喺起點線之前，可以自行用手調校瑜伽滾輪嘅位置，起步之後就唔可以再觸碰啦。期間要跨過3個欄，隊員之間可以有溝通。3位隊員都越過終點線之後，擺放瑜伽滾輪喺地下。第2關，每一個隊員有6個標誌盤，輪住將標誌盤套入雪糕筒，喺外圈跑返起點後，同下一個隊員擊掌。第2、第3個隊員重複以上動作。第3位隊員返嚟擊掌之後，就開始第3關。喺第3關，每一位隊員拎一支球拍。第1位隊員有5個豆袋，揸球拍手勢必須手握住球拍嘅手柄。第1位隊員企喺欄杆後面，用球拍拋豆袋俾第2位隊員，而第2位隊員企喺欄杆前面用球拍接。第2位隊員去返欄杆後面，用球拍拋豆袋俾第3位隊員。第3位隊員喺欄杆前面用球拍接過豆袋之後，去返欄杆後面用手拋豆袋向布袋球板，需要拎70分或以上。完成項目後，其中1位隊員按拍計時器為完成。過程中只可以第1位隊員去執豆袋，可以選擇執起部分或者全部豆袋，跟住重複動作去攞取70分。犯規動作：喺第1關，如果喺起步之後，隊員用手掂住或者扶住瑜伽滾輪，途中瑜伽滾輪跌咗，又或者欄杆棘跌咗，都要即刻停低。之後，隊員要擺返個欄杆，行返上一個欄杆嘅前面再開始。喺第2關，如果標誌盤未能放到雪糕筒上面而跌咗落地下，隊員必須要放返好先可以繼續比賽。另外，如果整跌雪糕筒都要擺返好先可以繼續比賽。同埋喺交棒嘅時候，隊員冇擊掌嘅話，必須要返轉頭擊掌再開始。喺第3關，手握球拍嗰陣唔可以握住非手柄部分。另外，如果企喺欄前拋豆袋就為之犯規，接到嘅隊員要將豆袋直接放落地下再繼續。仲有，如果隊員用手或者身體接豆袋嘅話，都係犯規，都要將豆袋直接放落地下。第2、第3隊員唔可以幫手執返啲豆袋，如果執咗嘅話，要直接放返落地下。第3個隊員如果直接將豆袋用球拍拋去布袋球板，就係犯規，呢一球將不獲計算。